帝國興衰圖第5幅荒涼景象。現在與大家分享美國畫家湯馬斯《帝國興衰圖》系列的第5幅作品，也是該系列的最終篇章。前一幅作品描繪了帝國在戰火中璀璨輝煌，卻逐步走向毀滅的過程；而這第5幅則展現了帝國覆亡後的景象。曾經繁華熱鬧、居住住無數人的大城市，頓時變得荒蕪冷清。當人類被消滅或離開城市後，城市逐漸荒廢。大自然的力量再次顯現，原本被人類建築覆蓋的土地，重新被花草、樹木和動物佔據，一切回歸寧靜與和諧。有趣的是，人類曾經的破壞雖難以完全從地貌中抹去，但隨住大自然的復甦，植物與動物重新融入城市空間，形成一幅人類與自然交織共存的獨特畫面。首先，大家在這幅畫中可以看到許多殘破的瓦礫，昔日雄偉的巨柱上爬滿了攀援植物，在一根高聳的柱子上，還有一隻黑色的小鳥正在築巢，細心地保育着下一代。鳥巢像指住生命的延續。當人類遺棄了這座城市，動物們卻因此獲得了新的棲息地和重生的機會。作家借由這樣的描寫，表達出有時人類的消失對大自然未必是壞事，因為人類是大自然中最具破壞力的存在。沒有了人類的干擾，大自然得以透過時間的洗禮，逐漸恢復健康與生機。除了柱子上的鳥巢，鳥兒們還能在池塘邊捕魚、飲水，過住悠閒自在的生活。整幅畫面中看不到半個人影，因為人類本是群居動物，當某個社群遭遇劇變，導致人口急劇減少時，留守城市的居民往往會迅速遷離，尋找新的生活空間。以美國底特律為例，數十年前，這裏曾是美國汽車工業的重鎮，幾乎所有主要汽車品牌都在此設有工廠。然而，隨住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，美國汽車業遭受重創，底特律的多家汽車企業面臨破產，工廠紛紛關閉。這座曾經富裕的城市迅速淪為貧困重災區，甚至瀕臨破產。許多期望擁有美好未來的人紛紛離開，前往其他城市尋找工作機會。底特律逐漸成為一座充斥着罪惡與貧窮的城市，整個城市仿佛失去了希望。同樣地，日本311大地震後，許多沿海小城鎮遭受嚴重災害。雖然市政府投入大量資金試圖重建這些荒廢的城鎮，但由於居民早已遷往大城市工作，這些地方依然死氣沉沉，逐步走向破產邊緣。事實上，只要翻開歷史書，不同地區在不同時代扮演住各異的角色與地位。當歷史需要這些城市時，他們猶如璀璨寶石，吸引無數人前來工作與追求機會。但隨住時代變遷，這些城市若無法適應新發展，便會逐漸被遺棄，成為孤寂的空城。以日本長崎附近的軍艦島為例，早年日本因燃料短缺，極度依賴煤礦。軍艦島海床蘊藏豐富煤礦，三菱公司積極開發，巔峰時期島上有數千人工作。然而，隨住石油開採技術進步，石油逐漸取代煤炭，軍艦島由盛轉衰，最終三菱公司撤資，軍艦島成為荒廢無人的孤島。如今，遊客可透過政府指定的旅行團參觀軍艦島，但由於多數建築年久失修，成為危樓，遊客必須遵守指定路線，且天氣不佳時禁止登島，以確保安全。這正好說明，一旦人民社區衰落，大自然便會重新佔據主導地位，其影響力遠超人類，這是亘古不變的法則。大家還記得在帝國興衰圖系列的第一幅作品中，作者巧妙地以日出的晨曦象指帝國的崛起，而在本次第5幅作品裏，畫家則運用月亮的升起來代表帝國的沒落，形成首尾呼應的巧妙構思。筆者認為這樣的佈局非常有深意，因為月亮的升起象指着循環往復，暗示世界不會因人類的行為而停滯不前。此外，月亮並不代表終結，有日出必有日落，有月亮必定會迎來翌日的晨曦，一切充滿希望。畫家希望透過這輪小小的明月，映照在港灣的倒影中，
提醒我們即使身處危機，凝望皎潔的明月，也能讓人心生感恩與慰藉。過去1年，我們分5集深入解釋了美國畫家湯馬斯著名的作品《帝國的興衰》5幅畫作。大家對這系列作品有什麼看法呢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，與筆者交流。